对耶稣基督讲，伊就是活命的粮食。到耶稣遮来的人，心灵的确袂夭糕；相信耶稣的人，心灵永远袂脆焦。请收听活命的粮食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活命粮食这单元。今日呢，活命粮食这单元呢，要甲咱做伙来分享真信心的果效。一位真正热爱神的人，对真神的作为有深深的信心呢，所以伊对人呢，也是讲对真神啊，对家己以及周遭种种的环境，常常祈祷啦、读经去明白真神的旨意，来保持一个心灵的规律。用一种积极、乐观去面对学习的这个态度，去面对着因为环境的变化所带来消极啦、失望啦，甲心灵内在这种焦虑、不满、不安。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平安伫因心内做主，所以因就比较无这种的问题来产生。无认捌真神的人，无真神圣灵帮助的人。无真理救恩帮助人，就无对真神来开力去面对着恶劣的环境。所以有一寡人因为安尼得到忧郁症，或者产生身体内分泌失调，造成身体呢甲心灵失去健康，甚至呢有当时非常郁卒郁闷，身体佫歹，愈想愈歹，所以恶性循环，用了一个极端的这个方法，强迫家己甲厝内的人，甚至伊周围的人。想讲要做伙来行入人生的绝路，伊家己无想要活，家己嘛感觉讲足歹活，伊嘛认为讲我歹活，别人嘛歹活，所以咱做伙莫活，就安尼行入人生绝路。这讲起来实在是真可笑、真可怜，也足遗憾的，因为毋是讲咱人生安尼死就煞呢。圣经讲按着定命，人人拢有一个死，死后过审判呢。像讲这种无厘头，安尼用着家己的主张主见，会当来超越着环境规律，所以定在这个生活当中，造成世界社会足大这个新闻。日本一天过来外，这个社会新闻呢，咱拢一直伫咧看到，拢咧报道，才会发生不幸的这种代志发生，嘛定一直咧重演。对咱就知影讲，因为正确的信心会当互人更加有愿望。这个信心所带来回声呢，有当时对神这种深度认捌真神的人，有信心的人，你可以当对真信仰来得到平静安稳的力量，有信心的眼光嘅远见，然后伫风雨中更加增长着信心甲插根的功夫，成做美好信心的效应，产生了对真神来迄个真信心所带来这个果效啦。咱想到讲，亲像古圣道就为这个大卫王，咱拢知讲有一位大卫王，这是神的选民伊捌第4篇10篇伫咧作诗俄罗神讲啊，伊讲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我的心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呢，无伫你以外。论到世界上的选民呢，因又个水又个善，是我上喜悦的。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送礼物予别的神呢，因的受苦呢，得较增加。因所交订的话，我无献上，我嘴唇也无提供别的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我所得的呢，你要为我持守，用锁留好我的地界，坐落伫加美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啦。我得甲称颂迄个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伫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定定摆伫我的面头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我便无抵触甲摇动。因安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呢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你甲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，也无互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甲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。伫你面头前有满足喜乐，伫你正手有永远的福乐。对大卫王这段因为真捌真神所带来信心的诗歌，
互咱知影讲，虽然处境伫危险的当中，有生命危险，环境非常恶劣，所以互大胃王感觉讲极度不安。但是伊深深相信，因为伊有真神正做伊瓦靠，神的确要保佑伊，来保守伊，互伊当转离开危险，来得到平安。当然，这毋是讲咱只伫危险当中才来求神来保佑咱。其实平常时，咱都爱下功夫，来认识这位真神，甲这位真神呢有密切的沟通，定定呢都知影讲神是甲咱同在，甲咱同行。所以平常时呢，都爱专心来投靠神。安尼呢，咱伫危险的时阵，咱相信神就要保守咱，要来帮助咱。这个大王呢，伊伫生命当中，伫伊生活顶面呢，伊也要以真神正做伊生命当中上重要的主。所以除了真神以外呢，真正伊无别项是伊感觉上好的，像是讲钱财啦、一切物质啦，甲主比较起来，真正是伫主以外的，这一切呢，拢袂当来满足着伊的心啦。伊以神做产业，做伊杯中的份，伊享受真神，而且呢，感觉讲神所赐予伊的实在是足好的，极其美好。而且呢，无论伫任何的时间，拢无煞的甲真神密切的沟通，伊惊失去着真神这位上宝贵的产业。伊也求真神呢，随时来扶持伊，互伊的心灵呢安静、佮喜乐，互肉体的健康呢也会当得到神的保守。所以大卫本来处理极度危险的患难当中，但现在呢，却充满着欢喜甲快乐，肉体的平安也有惊无险。当然呢，伊所讲的喜乐，毋是指着物质的，乃是指着心灵的。真神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也是完全的，是心灵甲肉身的救恩。虽然有一天咱拢要行世间人得较要行的路，就离开这个世间，咱的灵魂要离开，咱肉体呢要归入土，但是呢，咱嘛是充满着信心来面对，因为死袂当将真基督徒来甲伊赶紧。死亡这个权势呢，已经伫耶稣基督救恩的面前宣告失败了。因为耶稣基督为了世间人伫这个十字架顶完成了伊的救恩，伊3天搁再活过来，已经败坏了迄个将死权的魔鬼，伫魔鬼的权势当中搁再夺回生命。所以咱信耶稣会当对魔鬼的死的权势、罪的权势当中因为罪工价的死，所以死甲罪有关系，并且嘛爱受迄永远的死。但耶稣基督救恩要互咱无罪，要互咱借着耶稣基督真理甲圣灵会当顶头生，有复活的生命。将来有一天，咱嘛要甲主同款，做伙搁再活过来，爱当来超越死亡，来领受主耶稣发的永生。互相信耶稣的人呢，会当亲像大卫信心的诗歌同款，来得到真信心的果效，就是今生有我靠，来受永生，来得享到永远的福乐啦。这才是世间上上宝贵的信仰，上宝贵的福气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若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你的神、你的主，成做你一生的倚靠，请你只要带着一个诚恳谦卑的心去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，阮随时欢迎你，你做你勇敢甲入去，去查考、去认捌、去祈祷、去祈求，来体验，互耶稣基督成做你活命中的救主。这通讲是得到人生当中上大的宝贝甲产业咯。你若是真正入捌真神，福气就要临到着你，你的心灵就永远袂夭折，你的心灵也永远袂脆淡。感谢你的收听。